那个年代他们在那边的生活面向确实有一些娱乐活动、康乐表演。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面，他们怎么透过现有的资源，精神那么枯竭的状况下，找到生命的价值跟力量，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拉到更高更高的哈。我想这个戏是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核心价值。想起了当年事，好不坦然。在这部片里面呢，饰演的是萧夫人，她的兴趣就是看戏跟唱戏。是，后面有点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学的时候，我光练第一句，我就花了快1个月的时间。咬字跟讲话平常的口齿，你不习惯，你没有花时间去练习的话，真实上场的时候，一定我自己会很心惊胆战。其实蛮感谢刘承恩，就是叫京剧的里面演王章的演员，还有行尸团的人，因为其实在一开始我们时间蛮紧凑的，但每一次的练习都非常扎实，都是以小时为起跳的。万岁有旨，苏龙上殿呐！小提琴的部分大概上课时间大概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1个礼拜1堂课左右。老师就说，你学这个东西起码要3年起跳，你现在只有2个月的时间，不用想了，黄娥你就想办法看起来很像就好了。因为小提琴老师对剧组拍摄、影像拍摄有一定的了解，所以老师真的想尽办法帮助演员做到最好的状态去呈现。这整个过程在准备罗尔德这个角色的过程，其实真的有让我更贴近角色的感觉，因为他是高材生，是神童，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学习这么多的专业技术，而且又要把这些专业技术做到很专业的样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真的有一种我在拼命考地大的感觉。1950年代有一群人，或者说是一大群人，我们说的政治犯被放在火烧岛上面。我们想说的是，这一群人在这个岛上生活的故事，然后他们如何的让自己在这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存在，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底下，他们存在的长相